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6月24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呢就講下啲科技嘅周邊嘢啦，Switch 嘅消息啦。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記得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唔知大家喺內地有冇試過坐過百度旗下嘅蘿蔔快跑呢個嘅無人自動駕駛系統呢？呢個嘅蘿蔔快跑呢，喺舊年已經落戶香港，攞咗呢個嘅自動駕駛嘅測試牌照啦。喺今年4月之後呢，就第二度擴區，就話宣布將測試區域呢擴展至東涌啊。蘿蔔快跑表示呢，喺香港已經安全行駛超過15000公里啊。由首階段測試只係喺機場周邊嘅指定路段同埋指定時段進行嘅，每次只可以一架自動駕駛嘅私家車喺路面測試。喺今年4月底，運輸署呢就更新咗牌照，就每次可以有10架車去做測試，就話俾個系統呢收集更加多嘅數據啊。今次就將個區域呢就由機場周邊就去到呢個嘅東涌一帶嘅。唔知大家對呢啲嘅無人駕駛自駕系統嘅噗噗車點樣睇呢？大家會唔會驚去炒車或者驚去亂咁撞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老美拜老頭政府有一個嘅禁令，就係要 TikTok 唔賣就禁呢個嘅禁令啊。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呢，就話有呢個嘅寬免，每次只係得90日啫。而家特朗普就簽署咗呢個嘅寬限期限第3次啦，又寬限多90日，唔知仲有幾多個90日呢？其實近呢幾個月呢，關於 TikTok 收購嘅消息呢，喺媒體啊、電視上嘅新聞呢就比較少啊。唔知係唔係潛在嘅交易受到呢個嘅特朗普政府嘅關稅戰影響呢？唔知大家點樣睇？跟住落嚟呢，都係講緊呢個嘅老美禁令啦。老美嘅禁令除咗 TikTok 唔賣就禁之外呢，另外就係唔俾對華輸出高階嘅晶片，特別係 AI 嘅晶片啊。而龍頭英偉達 NVIDIA 呢，就為咗遵守呢個嘅新法規呢，傳聞就會推出規格進一步單軌嘅 GeForce RTX 5090DD。個 spec 再低啲啲，因為呢5090就禁咗啦，5090D 呢之前都傳聞話要禁啦，亦都停產啦。而家阿老王就再降規推呢個嘅5090DD，就為呢個嘅中國內地市場就打咗一個旗艦級嘅 GPU。根據呢個嘅爆料者 MagSafe GPU 嘅披露啊，呢個嘅5090DD 就會配搭呢個嘅 GB202-240 嘅繪圖核心，而唔係5090D 嘅 GB202-250 同埋正常版嘅 GB202-300 嘅繪圖核心啊。同埋據稱呢個嘅5090DD 亦都會重新做過設計過呢個嘅電路板啊。而呢個嘅5090DD 就會配搭14800個嘅 CUDA 核心，就比5090D 呢就少咗35%。記憶體方面就會由32GB降到去24GB嘅。
記憶體嘅頻寬呢，就由呢個512bit 降到去384bit 嘅。而呢個嘅 5090DD 就話會採用台積電 4nm 嘅製程，就同呢個 5090D 同埋5090呢就一樣嘅。傳聞呢個嘅 5090DD 呢，價格就會係$1500左右嘅，但係呢個都係啲坊間流傳啊，堅定流，同埋就算係嘅話，會唔會有炒價食呢？都唔知。唔知大家會唔會入手買翻張嚟玩下呢？跟住落嚟講下 Switch 2嘅消息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Switch 1呢？就有張 MIG 卡啦，呢個就話係一個備份遊戲嘅遊戲卡嚟嘅。呢個都要係 Switch 1出咗年幾先至有人破解到啊！但係呢部嘅 Switch 2咧，據稱就2-3個星期咧就已經俾人破解咗啦。係咪真係咁快俾人破解到呢？咁就當然又未至於啦。因為 Switch 2咧就話可以向下兼容 Switch 1嘅遊戲。當然兩代機嘅卡槽設計就一樣嘅，所以呢張嘅 MIG 卡咧都可以用得到嘅。當然都要有少少更新翻佢個 firmware 先至可以喺 Switch 2上面用到嘅。但係有啲外國嘅玩家分享自己嗰部嘅 Switch 2插咗呢張嘅 MIG 卡之後咧，就直接俾呢個任天堂就鎖機喎。好彩咧，呢部機咧就未直接變磚啊，只係唔俾佢上網玩嘅啫，同埋只係鎖佢嗰部機，而唔係鎖佢個 account 啊。即係變相咧，如果係買咗啲下載版嘅遊戲咧，咁就下載唔到噶啦。但係有啲咩方法可以繞過咧？就係用過第二部機啦，因為你個 account 冇鎖到啊嘛。當然唔建議大家去玩呢啲嘅破解版啊或者盜版嘅遊戲啦。雖然話就話 Switch 2唔好話 2啊 1都好，一啲 game 都貴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貴還貴，情願你唔買 game 買少隻好過玩翻版。因為始終係有風險啊，一來就可能會直接任天堂咧就會將部機變磚，玩都玩唔到，或者啲 game 係有病毒都唔奇嘅。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個嘅任天堂 ban 機嘅消息呢？始終都話晒最強法務部啦。而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記得清理好啲花生碎。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